大家平安。顶礼拜吼，我袂记咧创 PowerPoint 吼，我即礼拜播互恁大家看一下吼。这就是顶礼拜我应该互恁看，若甲顶礼拜讲道做伙看，恁可能会较清楚。头一个吼是，迄是我所读到迄个文章啦。伊讲迄个一个说 Todd Bolsinger 伊写的吼。What to do when we don't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我毋知要去倒是要安怎吼？我有讲迄个约沙法王嘛，安尼问即个问题，我毋知要安怎做。搁落去吼，搁落去迄个是，我讲迄Wayne Gretzky拍福记迄个啊，伊讲因爸爸教伊吼，叫伊 skate to where the puck is going， 知影迄块乌乌迄块要走去倒，去遐等。迄款的升大升的，我前顶礼拜用即个开始讲道吼。搁一个是迄个 Todd 所写的，咱毋知影要安怎做，咱要安怎？伊讲吼，咱做伙来看上帝要安怎塑造咱，这是伊的信心的个别吼。这是可能顶礼拜的讲道啦吼。当我想吼，恁真侪人知影明仔载我生日啦，明仔载我生日无毋对啦。明仔载81岁啊，满81岁吼。总是一项代志恁毋知吼，我会当活到81岁，才会当庆祝的代志吼。我甲恁讲吼，1973年的5月初1，后礼拜拜一，毋是明仔载，过落迄个拜一吼。5月初，1973年5月初，即摆是2023吼，所以是50年前。50年前迄日吼，我受加拿大长老教会派吼，对托伦多飞去 Calgary， 要去一个所在号做 Oakville 去遐做牧师。我迄阵拄来加拿大吼，敢若知影Vancouver、托伦多、甲 Montreal、Calgary 伫倒，我都毋知。家己一个飞去，去遐是久无亲，500人。我伫遐开始做牧师。迄日我有去 Google 看，迄日是拜日啦 ，Tuesday。所以吼，搁落去迄个礼拜日吼，是我头一摆。用英语讲道，安尼讲35年吼，伫别人的教会牧会，这是对我来讲当然真大的恩典，真大的感谢。就要活到81岁，才会当庆祝迄个50年。所以我是31岁开始去做牧师啦。这讲起来吼，真正是足感谢上帝。我吼，老实讲，我想真久，我今仔日要讲啥吼？顶礼拜暗吼，忽然间头壳空，我开始会惊，我后礼拜要讲啥，有啥物通好讲？我拢毋知。我礼拜暗毋捌到10点半才困，迄个暗嘛困袂去，一直想我后礼拜要讲啥。我去困了，加早起起来吼，想到这项代志。我今仔日吼要通过保罗，拄咱所读迄个《有所》第3章，我要甲咱分享一个我牧会的经过，也是讲感想。请恁大家可能会讲我家己的代志，讲真济，我真歹势，总是我请恁甲我做伙感谢。这实在是真难感嘞！81岁我无欢喜，无讲真欢喜，It's OK 吼。总是会当庆祝50年做牧师吼，这真正是无简单的代志。所以我真正是足感谢的。今仔日邀请恁大家甲我做伙欢喜，感谢上帝。小丽吼，真早伊就登记，今仔日你要准备地饼。去创一块cake，偌尼大地，恁大家用今仔日爱食较饱咧。好，咱来上家祈祷。天父上帝，阮用感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特别是你的罗卜，我伫这50年久，
会当服侍你，通过无共款的教会，伫无共款的所在，对真侪人传福音。主，我真感谢你，互我这个恩典。今仔日这个生日，感谢你，互我有活命到今仔日，也有迄个荣幸，通庆祝牧会50年。主，你的恩典算袂了。愿阮今仔日的敬拜服侍，阮所讲所做的，拢归荣光伫你。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我要听一个故事吼，讲伫新学年一阵学生伫要毕业上尾咱毕业了就要出去传道理教授问讲恁有啥物问题无？有一个野手讲，用英语问嘛讲 What should we preach about？ 阮即马出去爱传啥物物件？迄个 about 是关系啥物？迄是 about， 搁一个是差不多嘛是 about。迄个教授想一困甲讲你 preach about God in about 30 minutes。讲你讲上帝的代志啦，讲关系上帝在，讲差不多30分就好。我去看迄 YouTube， 我逐礼拜讲道拢超过30分。我这项我无做着总是 about God 这项代志互我真毋敢袂记得啦。我要安尼讲，我知影，我伫即个讲台，我爱讲上帝话。恁若要听政治啦、经济啦、文学啦、哲学啦。有别人比我较好讲的，讲比我较好的，恁伫别位拢有通听。伫遮，咱要听上帝话。总是我要讲 about God 这嘛无甲来正视，无甲来妥当。因为我若干那讲 about God 关系上帝是我所想的上帝，我所了解的上帝。这甲咱讲来上帝来礼拜要听上帝的话，这无共款呢。我讲 about God， 恁听的拢我对上帝的看法，安尼敢对？这这是真严肃的一个问题啦。我袂记得什么人讲一句话我去Google找拢无。伊讲讲道。是人无可能做的代志。用英语讲 ，preaching is humanly impossible。伊说明是讲咱无人有法度通将上帝话拢总讲完全互人听。毋是福音的问题，毋是福音无完全，是人无完全。所以我会当讲关系上帝话。原来是我爱对上帝听，我对上帝听对也听毋对，迄就一个问题。我若听毋对，讲毋对，求上帝怜悯。我若听到上帝要甲我讲的话，我毋讲，我讲我家己讲的，这我就甲上帝算袂了。这是一个讲道者应该有的迄个态度啦，我敢若会当求上帝、求圣神帮助我，对我所讲的，也是对我无讲的，甚至是对我袂晓讲的，求上帝的圣神帮助恁了解。我敢若会当安尼做。对我来讲，是上帝保罗伫咱拄仔所读的种，伊伫讲上帝的奥秘上帝的奥秘。伊所伫讲的上帝的奥秘是伫讲伊发现着上帝的恩典，毋是干那互以色列人，外邦人会当接受，原来会当接受上帝的恩典。这是伊伫讲的上帝的奥秘。总是对我本身的经验恁若捌我初中的时迄落型恁无一个人生活会做牧师啦。
即款的经验我会当传上去，这真正是奥妙的代志呢。这是 mystery。我这个 mystery 老实讲，对我来讲是一个负担啦。负担人讲叫做甜蜜的负担负担就是负担，甜蜜嘛是负担，你知影无？是感谢，总是真正是真严肃的代志。我伫我讲道的时候，永远会记得，我爱用上帝的话做中心。我当然会记真侪学者，也是讲故事来说明，迄是要互咱较容易了解。若有法度讲几个笑话，互恁笑，迄是 bonus。讲道要紧，毋是咧练身拍水鼓，是咧讲上帝的话。我真正亲像保罗拄仔迄个有所第13章第20伊所讲的，伊讲上帝对伊的恩典委托我即个职分，伊感觉是上帝委托伊迄个职分去甲外邦人传道理，总是我无保罗安尼好，所以我感觉上帝交代互我有即个职分做牧师，我真正 take it seriously， 真正是安尼。我捌听一个故事讲有一个牧师啦，伊真熬读册，真爱读册，读足侪册。伊礼拜才去个讲道拢总甲会友讲伊读过的册安怎，拢在讲个。到有一日毋知什么人伫个讲台顶放一张纸写咧，写约翰12章21节，迄是一群希腊人要去找耶稣，去找腓力，耶稣的学生腓力，因甲腓力讲：先生，阮爱见耶稣。迄张单是咧甲牧师讲：阮爱见耶稣。你拢讲一寡有诶无诶，互阮听。因为这是有影，阮做牧师若做甲讲道，爱互人安尼讲，是真正真悲哀诶代志啊！但我毋敢甲保罗比啦，当然啦，我毋敢甲保罗比，总是真趣味伫第8节咱今仔日第8节，我看到我诶牧会生涯中间，真济甲保罗真相款。我要甲咱分享这个代志。第8节，伊讲遐有无？伊讲我伫上帝所有的子民中是第一位世的，伊竟然赐我恩典，通将基督算为了丰富的福音传予外邦人。头一项，伊讲我是上帝的子民内底第一位世。保罗敢有影是上帝子民内底第一位世？伊真客气，敢毋是啊？真客气啦！我无安尼想啦，我总是我感觉迄毋是重点，对我做一个牧师来讲，我会当讲道我不是会记个，我无比伫听我遐讲道的人较贤，也是较互上帝听。恁若是微细的一日，我嘛是微细的一日。伫上帝面前，咱大家拢真微细。我不过是亲像约翰第1章第7节到第8节，迄个约翰福音的作者伫介绍行洗礼约翰伊所讲的一句话伊讲即个人行洗礼约翰是要做证，为着光做证，要互所有的人通过伊来信。伊本身毋是迄个光，
是要为着迄个光来做证。我不是会记的，我是即份。我毋是要讲我家己，我是替迄个光做证。我毋是光，我将所看到、所听到、所经验，圣神甲我讲的，我甲大家分享。照我拄仔讲的，我毋是完全，所以我无可能讲甲真完全。总是咱大家拢伫遮伫拍拼，毋茫会当讲学习上帝话，活出做基督徒的行为，上美势是我爱我家己提醒我家己，听我讲道的人，有的可能比我信心搁较信仰搁较好的。因有可能拢比我搁较我信上帝，因的灵性、灵命可能拢比我较悬。讲台较悬吼，啊，佮即个麦克吼，是音响的作用来遮，毋是我比别人较悬，绝对无即个代志。咱大家保罗对哥林多前书12章讲，咱大家拢对上帝有得到恩赐。我真荣幸上帝赏赐我讲道的恩赐。照我所知，我即马讲道还佫人听有啦。有的80几岁，毋知讲啥真正你听无啦。我即马还有法度，真感谢上帝呢，互我有即个恩赐。总是恁嘛拢有恩赐呢。早起立记这来到遮，咱就家己来字经啊，迄个恩赐呢，咱大家用咱的恩赐来服侍上帝，咱拢是自利世者，伫上帝面前，咱无一个人外口。讲道是迄个恩赐的一个，其他还佫真侪恩赐，咱拢用恩赐来服侍上帝。佫一个，伊讲吼。你讲保罗传道理的对象，伊讲伊上帝的奥妙就是吼，伊知影讲耶稣基督福音毋是干那互犹太人尔定，所以爱传互外邦人知，所以伊去要传互外邦人知。保罗的身份吼，伊若互伊照伊家己的意思，伊绝对无可能传去甲外邦人传道理，绝对无可能。伊家己讲伊家己吼，伫腓立比第3章第50甲第60节，咱可能拢捌听过伊讲的。伊讲伊家己哦，伊讲吼，我出世第8日就受割礼，是以色列人，属便雅悯之族，是纯粹的希伯来人。对守律法来讲，我属法利赛派；对热心来讲，我是教会的迫害者。对守律法来正做义的标准来讲，我拢无通嫌。即款人哦，保罗即款人，若互伊甲照伊家己的意思，伊绝对无可能去传道理互外邦人听。伊讲吼，上帝竟然见我，上帝竟然赏赐我，互我传福音互外邦人。老实讲，我本来对这个吼看无真重，到尾后我有伫想，我即个头壳黑白想，我想咧吼，什么人是外邦人？对保罗来看，伊是犹太人，伊徛伫犹太人的本位吼，伊所传的若毋是犹太人，就是拢外邦人，对无？我做台湾人吼，我35年久讲道的对象吼，拢毋是台湾人呢，伊嘛拢外邦人，敢是？我想想诶，即项我甲保罗真同款，敢是？我嘛传道理互外邦人呢，吼，这我毋是伫遮咧顶即个代志，绝对毋是安尼。我是讲，我咧读新学院诶时候，我较安怎袂是讲我一直来加拿大，
我会去加拿大人的教会牧会，绝对毋敢想，我的英语哪有法度？迄个时阵根本都毋敢想，搁去加拿大人的教会牧会。老实讲，拄仔去的是足艰苦的呢，拄仔去足艰苦呢。用台湾话写讲着，就写甲片片喘啊，搁爱用英语写吼，真正是足艰苦的。迄个时阵是安怎有即个戆胆，我煞毋知。我伫遐，我有拄仔有甲恁讲，1973的5月7日，我去赴任吼。我一直到1974的6月，加拿大长老教会才甲我访问呢。我伫遐吼，1年试用呢，互因看会使也袂使。你英语是会晓讲也袂晓，你讲的人听有也无。到尾要甲我访问以前哦，因去问我牧会教会去问大家，即个牧师会使个？我原来互人考验过呢。我较安怎也袂想讲，我的对象竟然是加拿大人。遐英伯啊，伫新学院教我读册，遐加拿大的宣教师，拢总变做我的同工呢。这是若毋是上帝恩典，哪有通安尼？伫遮我要讲一项，做一个上帝工人，你对什么人传福音？你要伫倒遐传福音？无人知，上帝咧安排，上帝咧安排。搁一项哦，我伫3月尾牧会时吼，我拢甲因讲，我是made in台湾。我甲因讲，我made in台湾。有一个伫迄个教会，即摆已经过身啊，一个欧巴桑啦吼。伊甲我讲哦，信年我甲你讲哦，我伫即间教会哦，我拢直直叫人都爱关心 mission， 爱去宣教。逐个拢讲哦，你一日敢毋敢若咧讲宣教？伊讲哦，我即马你来遮做牧师，我即马会当甲人讲，我若无讲宣教，咱就无牧师呢。真正是安尼呢。我甲因问，因甲我问讲，你捌接到迄落去读主日咯，捌接到 Christmas card 无？咱去读主日咯，拢细汉的时拢分迄卡咯，顶头有迄落金粉的足水个啊。我讲有啊，我拢有分到个啊。伊讲我拢伫捡迄，寄去托朗多互孙牧师呢，因则寄去台湾，互恁互遐主日落囡仔。你对上帝恩典是我呢奥妙，你看觅。我迄阵我伫收遐 Christmas card 的，我哪有一日想讲我会来遮做迄个寄卡着互我的人的牧师？真正，真正，毋是保罗要经伊要对什么人传道理，嘛毋是我拣的。我退休了。过来台湾人的中间，会当过甲咱同乡送甲服侍上帝，这真无简单的代志，敢是？我只有感谢那点啦。这毋是我搞，真只有感谢。但上帝恩典真大啦！咱是未世人，总是咱受动用，咱感谢上帝。咱也我也对外邦人传道理，也嘛对我的同乡传道理，这拢真感谢啦。总是你伫传啥，迄上要紧的，迄上要紧。保罗讲啥？伫第8节，伊讲吼，伊竟然使我恩典，通将基督算为了丰富的福音传予外邦人。伊所传的是基督算为了丰富的福音，迄是咱爱传，毋是干那牧师那定，咱逐个拢需要。上帝有恩典伫你的身上无？你有经验着基督算为了丰富的恩典无？若有，你爱甲人分享。虽然已经过身一个神学家
叫做 L.T. Niles， 我毋知伊的 L.T. 是代表啥，叫做 Niles。伊是西兰的人，所以伊咧说明宣教的时候，会怎样？拢用真侪东方的物件。伊讲一句真出名的，讲啥物叫做 mission？ 宣教是啥？伊讲宣教是一个去食，甲另外一个去食，讲倒遐有饭通分。咱细汉的时若有创啥，迄咧店咧办桌拢去食拢会来遐摆咧分物件，有无？伊讲什么是宣教？宣教就是一个去食，甲另外一个去食，讲倒遐会当摕到饭，安尼哪定？有影呢？真正是安尼，敢毋是？咱受恩典，咱知影倒遐会当得到帮助。咱爱甲人讲，因为大家拢去食呢，咱大家拢无够，咱拢需要上帝的恩典。当咱得到上帝恩典的时，伊讲是像一个去食，佫甲另外一个去食，讲倒遐会当分到物件食。常常有人问我啦，你安尼逐礼拜讲道你准备圣经餐你是安怎经？你敢捌？毋知影要讲啥？我捌啊，哪毋捌？顶礼拜就一摆啊，会50年久呢。我真正体会保罗所讲的迄个上帝伫基督内面迄个算袂了丰富的福音。这本圣经真正，我永摆常常听人讲圣经内底足侪物件，足侪物件。我较看嘛，这本偌侪物件。我做牧师遮久了伊伫出查经的中间常看到迄个我以前毋捌看到的物件，以前毋捌想到的物件。有时是对圣经内底家己看到，有时是对别人所讲的我得到。圣经内底真正足侪物件。真侪会当互咱追求，会当互咱得到利益。分享福音毋是牧师的专利，毋是牧师的专利。保罗讲这个话，毋是干那对传教者讲的，伊是对以弗所的信徒讲的话，通过因对咱讲的话，咱大家拢是信教一个真要紧的神学，就是讲万民拢是祭司。咱大家拢是祭司，拢是牧师。我只有伫即个真值得我感谢的日子我用安尼甲咱分享。咱确定要唱的迄个回应诗天父看到七鸟对了，我对主日学时就唱这条圣诗，我足爱这条圣诗。我真正用这首诗，甲咱三个分享上帝的听。天父听我，天父听我，我知天父听我。伊听细只鸟啊，天父一定听我。咱来三个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我这个微细的萝卜得到你的恩典。会当过去50年久，为你做工，互你警调做牧师。我做真侪毋对的代志，我知。我所做的工，无一定拢总是照你的旨意，我也知。主，阮恳求你补满阮的欠缺，愿我所做的工得到你坚固。伫我所剩的日子，求你互我无袂记得做你的萝卜，这份忠实服侍你。阮也感谢这个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伫遮会当甲我参加分享，我会欢喜，甲我会感恩。愿你的圣神引带阮这个教会头前的路站，
求你恩赐，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